来到11节的感动时刻，今天要带您来认识乡村达人刘信贤。刘信贤呢，在新竹种植乡村，他坚持的是有机栽培，同时呢，还研发出了各种乡村的美食。事实上，他原本担任养生食品的讲师，没想到遭遇到了中年失业。8年前呢，他开始投入了乡村的产业，虽然过程艰辛，但是有家人的全力支持，也终于成功开启了事业第二春。这乡村也很漂亮啊、艳阳下，刘信贤巡视着一手打造的乡村园，即使汗流浃背，也不怕辛苦。老叶做卤味，嫩芽做酱，这样整颗都我们用得到。有乡村达人之称的刘信贤，光是在新竹种植的乡村就有2500株，坚持有机栽培，不撒农药。我不能再污染这个土地啊，所以我用手工去除草它。然后不撒农药，也不撒除草剂呀。53年次的刘信贤是新竹竹东客家人，原本担任养生食品讲师，不过却面临中年失业。8年前开始投入乡村事业，也开启了事业的第二春。我就觉得好不错，真的，那气味很好。乡春原产于中国，每年3到10月是采收期。乡春芽可食用，气味特殊，含有抗氧化成分，是地瓜叶的10倍。这我爸爸啊，我爸爸，哎呀，这一整片的乡春园其实是刘信贤父亲将原来的橘子园全部砍掉整件，只为了支持儿子完成梦想。说你要认真做哦，我把它拨点资本给你就请人家把它开发挖出来只要我们有努力去做，就有成功了。刘信贤有了父亲的全力相挺，乡村事业经营的有声有色。乡村嫩芽经过汆烫和其他馅料搅拌，包成了水饺，大受欢迎。它那个滋味跟一般传统过去我们吃的高丽菜、韭菜它多了一份植物的香气。乡村水饺一炮而红，剥开来，里面的汤汁溢出，香味四溢。刘信贤再拓展事业版图，在清华大学附近的夜市卖起了乡村卤味。大女儿和3儿子在店里帮忙，时常一面念书，一面工作到半夜才回家。孩子们不怕辛苦，用行动力挺老爸。还有现在有小孩子支持，我才做这个乡村的产业这个食品才有信心。所以后段来讲，真的小孩子给我很大的信心跟鼓励啦。美味的乡村卤味粥，品尝到的是一家人互助扶持的爱，感受到刘信贤身为客家人不服输的应景精神。2500株的乡村，刘信贤细心呵护，等待春天的来临，摘采精选，微尽美味。当特殊的香气飘散，细细咀嚼客家精神，慢慢体会感动时刻。